在地人在地情来看南投草屯小基干团队，带领着志工甲长辈到富寮社区来探讨着古井的文化，嘛来体验着手工烘焙，希望激发更较侪人对社区的发展尽一分的心力。 南投草屯富寮社区有7口古井，伫当年欠水的时，是地方的人士家己挖的。但无随着时代变迁，古井豆豆啊荒废，也是被拆掉。历史痕迹慢慢的在消失，到即摆敢若剩2口古井要伫使用。那也是当初921地震的时候救了富寮里居民的口古井，然后所以就介绍给大家知道，也让他们参与一些怎么井水的那个方式跟技巧。 参加古井巡礼活动，大家拢真认真地听导览的解说，甚至了解富寮社区永过生活基地甲庄仔头的变迁。有一个第一口井的一个历史文化哈，他们知道我们富寮社区有这个文化的一个历史渊源。小基金团队讲，这款的交流，毋若是一种学习，嘛是一种的传承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